全体啊，要对上主欢呼，要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，要唱俄罗斯歌来到伊面前，要知上主是上帝，伊创造咱，咱属伊，咱是伊的子民，是伊牧养的羊群。上主伫伊的圣殿，全地伫伊的面前，拢着肃静。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，着用心灵甲真心敬拜。咱三个来吟诗学了上帝，圣诗第2首，圣诗第2首，圣哉圣哉圣哉。就是咱三个来共读新的概念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你着真心、真性、真意，领主你的上帝，这礼拜是我的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清楚是讲，你着领主伊亲自家己，你着交代一番话，甲说你的总不头。我真心的答应你。是恁着三件，是恁我捌听你，恁也安尼三件，恁若三件，叫后底你安知，恁是我的心。请坐。这时，咱们用上帝话三个来启应，启应文第35篇，记载箴言第4章的所在，经文第35篇。我的囝儿着听老爸教示，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予恁。我嘛捌做老爸囝。老爸有教示我。讲，你着揢条我的话，着追求智慧，追求聪明，毋通袂记哩。
毋通去杀地位，以为保护你。地位上重要，着拍拼找。你尊重地位，以为高举你。地位会用花冠抵伫你的头壳。我的囝要听，要领受我的话。我有指示你地位的路。你行的时袂拄着阻碍。要持守驾驶，毋通放松。这是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主爱的天父，阮羡慕你徛起的所在，阮欢喜你的公义甲和平，阮感谢你伫阮心上所行拯救的奇事，阮搁较意爱伫你的圣所专心敬拜你，也用情用思学讨你的圣尊名。主啊，你是阮的牧者，在引带阮，伫世间做阮的灯台，来光照阮，离开黑暗。
慢慢去观察，到底踮伫咱即条路径的中间，咱会拄着啥物？咱会看到啥物？咱会经验到啥物无共款的事发生？所以检测咱会当安尼来讲，若是做一个敢若要去员工的人，你的中心是你家己，就是照我家己来想，我要看到啥物，我要食啥物，我要上传，我要打卡。但是做一个军队上帝的人，要看见上帝的人，会去关心的是，到底伫即条路程的中间，上帝爱我经验啥物？这两个无共款的差别，就会带来咱安怎看，到底咱所徛的所在是舞台，还是咱所徛的所在是祭坛？圣经来到伫马太福音书内底不断咧记载耶稣的故事。耶稣的故事对一开始，伊对出世、行神迹，然后开始传讲道理，到伫一个时刻了后，等于是整个的故事要进入到伫上界核心的所在，就是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起点，哪亲像故事来到伫上界重要的事。这个所在看起来可能是舞台，可能是耶稣所定着伊爱去行的一个舞台。但是当耶稣入城了后，发生了啥物代志？耶稣入城了后，伊所看到踮伫圣殿内面充满甚物代志？有个人伫遐咧卖物件咧无？有个人伫遐咧换钱，有济济吵吵闹闹的声音踮伫圣殿内面，咧拍破圣殿中间的神圣。所以耶稣的行动，伊煞接伊安怎做？咱少少看到耶稣生气。所以，伊真生气，踮伫遐牵倒所有的桌仔，将所有咧做买卖的人赶出这个所在。伊讲一句话：，恁竟然会将神圣的所在，伫一个祈祷的所在，当作是大家插伫遮咧聚集的所在。这是耶稣的行动。进入到耶路撒冷圣殿了后，伊用伊的行动来表明伊的使命。伊咧对话的是。这个神圣的所在，一定互人当作是啥物？做买卖的所在，是正做一个表演的舞台。是啥物人踮伫遮咧表演？做生意的人伫遮咧表演，要献祭的人也踮伫遮咧表演，宗教领袖也踮伫遮咧表演。因这正做因的舞台，因为踮伫遮，遮的宗教领袖、祭司长也是遮的长老。因会当拥有济济权势，因会当徛踮伫遮来掌管一般人民。你到底会当献祭，还是无法度献祭？你到底会当听见上帝的声音，还是无法度听见上帝的声音？这正做遮个宗教领袖表演的所在。所以当耶稣来到伫遮的时阵，伊拍破这个规则，所以济济人开始发出质疑啊！济济人质疑讲啥物？你到底？有啥物权柄通做即件代志啊？你到底凭啥物权势会当来做遮个代志？是到底是啥物人互你即个权利？伊要紧的是啥物？你到底凭啥物？你凭啥物会当有即个权势？你到底会当做即个事是啥物人互你的？毋是我啊！啊，你到底凭啥物？所以因问。耶稣讲：到底你的权柄是对来？耶稣无直接回答，因为伊清楚知影，对遮的服侍上帝的人来讲，因应该爱比别人更加清楚耶稣的权柄对来。因应该爱清楚讲耶稣的权柄是对上帝遐来讲，毋是。但是遮的人挑故意咧发出挑战，咧发出质疑的声音，所以耶稣就问伊啦：我甲你问。到底行洗礼约翰的权是对来，是对上帝，还是对人，还是对？咱可能嘛真清楚是对上帝来，但是遮个人为虾米无愿意回答？因为遮个人继续咧想遮个代志。若是讲是对上帝来的，就害啊！因为咱现在就袂当质疑啊。若是讲行洗礼约翰的权是对
对其他的人来，安尼问题就不出来了。因为所有的人已经拢相信讲，亚瑟的约翰是一个重要的先知，所以因开始伫遮有真大，毋知要安怎回答。因一直咧冲突，内心有真大的冲突。其实背后上界实在的问题是，对遮的宗教领袖来讲，耶稣所要问的是：恁到底是咧服侍上帝，也是咧服侍家己的欲望？到底恁咧服侍上帝，也是服侍恁家己想要得到的成就感，服侍恁想要得到的权势？到底恁想要得的是啥物？遮个人当然毋敢讲嘛，所以因敢会当回答讲：阮毋知。明知影答案，但是因却讲阮毋知。为什么因会安尼回答？因为踮伫服侍的过程中间，上帝早就已经互因毋知放甲对去啊！因的心内底无有上帝。对因来讲，因所要保护、因所认为的这一切的规矩，毋是上帝所要紧的事。因所注重的代志是，我所要得到的是啥物？因所要注重的是，这是我的舞台，这毋是你的。所以因真要紧，恁到底凭啥物？恁到底凭啥物会当来遮来抢阮的舞台呢？所以宗教领袖甲耶稣的战争，其实是因真要紧讲耶稣来抢因的位。耶稣正做这个舞台的主角，将因的位全部拢抢去啊！人的一生其实定定伫这个冲突中间，上帝互咱踮伫一生的中间，会当徛伫无共款的舞台，无论迄个舞台伫啥物所在，是咱的工作。是咱的家庭，也是咱的学校。伫每一个真特别的时间点，上帝赏赐予咱特别的恩赐，上帝也赏赐予咱真特别的才能，通互咱踮伫迄个舞台顶面，真情去表演，真情去表达咱所有的一切。所以，所有的焦点会看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伫迄个迄点，咱享受济人的拍破啊。咱享受济人的懊恼，伫迄个时刻，咱会感觉家己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，所有的代志拢是为伫咱咧口说。所以，踮伫这个危机，其实是咱会袂记哩上帝，因为当咱已经惯势，徛踮伫这个舞台顶面去表演的时阵，咱就会发现讲有一日。只要有另外一个人出现的时阵，咱就会感觉这是来抢饭碗的。这个人是来抢饭碗的，伊到底凭啥物？所以当迄个人出现的时阵，咱会开始用一切的资源、一切的规则来质疑伊讲：你到底凭啥物会当安尼做？焦点放伫家己，咱就一定会去算讲：我到底会当拥有啥物？真惊讲，我家己所付出的，无法度得到我所要意爱的。伫这个过程中间，咱搁较进入到伫人真深的一个惊吓。其实每一个人是孤单咧面对上帝，只不过咱通过咱的才调，通过咱的表演，通过咱的能力，一直咧惹看这件事，就是。人其实本身是孤单的，咱真惊吓面对上帝，所以期待讲，我敢会当透过我会当做这，我会当做迄，我会当尽量来表达，毋茫讲我会当遮看讲我家己咧面对上帝。但是咱袂记哩一项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上帝的疼超越过咱所想象的一切，每一个人。其实，咱的性命会当甲上帝相拄，是因为上帝疼咱，毋是因为咱有遮尔济才调，毋是因为咱会当徛踮伫即个舞台顶面。上帝的疼，上帝甲咱同行的应允，是伊真实愿意接纳咱。咱会袂记哩即件事，
当咱踮伫每一日的生活中间，咱离开教会了后，咱定定会袂记哩即项代志。上帝的疼，早就已经踮伫咱的生命中间，慰类咱，帮助咱，互咱袂去要紧讲，咱毋是靠着我的文书，我靠着我的才调，靠着我的努力，所以我会当得到这个舞台，是因为上帝使用咱伫每一个伊所定着的所在，爱咱踮伫遐完成伊所交代的事。这时长甲长老因对耶稣发出这质疑甲攻击，就是要保护因家己真无简单，认为因家己会当得到的这个舞台。但是因所咧面对的是生命中间上大的惊吓，就是虽然知影讲舞台是暂时，却无法度得到自由。虽然知影讲这个舞台是暂时，有一日我必须爱落台，但是当真正看到另外一个人出现的时阵，看到一个人会当互身躯边的人得到自由的时阵，因无愿意去接受，所以想要遮砍这一切，甚至想要将耶稣除掉，因为因认为讲耶稣来拍破这个规则，耶稣来带互这个人自由。若是这个人有自由，咱到底要安怎办？上大的困难是，舞台敢真正是舞台吗？咱所认为的舞台，敢真正是舞台？耶稣煞遮才会讲这个比喻啊。耶稣咧甲因勉励对话，就是爱因要看见舞台其实毋是舞台，舞台到底是啥物？是祭坛。耶稣讲话，伊讲这个譬如讲，我问恁，一个人有两个囡仔，伊对大汉的讲，你去做工。这个大汉的讲无爱去，后来伊可去做啊。甲迄个细囝嘛讲去做工，迄个细囝讲伊要去，后来伊无要去。到底什么人才是遵行老爸的意思的人呢？大家人拢会回答，就是迄个大囝嘛，因为伊有照安尼去做。伊有照安尼去做，伊有去实行啊，所以大家人拢会讲迄个大囝。耶稣阁继续讲啊，所以遮个暴世甲遮个娼妓会比恁先正做上帝国的子民，为虾米？因为因遵照上帝的心意去行。因为重要的是，因遵照上帝的心意去行，有可能踮伫外在，恁看伊是罪恶，恁看伊是无，但是因真正照上帝的心意去行。颠倒边，另外一边的人，可能你穿插了袂歹，看起来袂歹，看起来你的表达拢袂歹，看起来你逐工拢咧表演了袂歹，但是实际上是啥物？你的内心无有上帝，可能真认真咧服侍。可能看起来受到人的恶扰，看起来踮伫教会中间、踮伫圣殿中间担当重要的职务，但是并毋是真正的服侍上帝，因为咱将这一切当作是表演的舞台，将这当作是表演的舞台，递到因无法度真实活出上帝的旨意。伫这个对话的中间。其实，遮个人清楚，关键毋是外在，毋是表面上的顺服。但是对遮个宗教领袖来讲，自细汉到大汉，阮敢若所看的就是安尼。阮所看的就是照安尼规矩咧行。所以，当这个规矩一直咧束缚的时阵，因无法度得到真实的自由。耶稣讲遮个话，其实后壁伊阁讲几下个譬如，伊不过就是。伊一摆搁一摆邀请咱一项真重要的代志无咱所想象的遐尼困难。人无需要受到别人看啥物来束缚你家己。人无需要因为过去到现在你所看到别人都是照安尼咧行，所以我应该爱行伫这个规则中间，所受到束缚。耶稣所咧讲的是，只要咱愿意。听到咱的脚步，
愿意选择一条新的道路，你就会发现耶稣踮伫遐咧听候咱。那耶稣踮伫遐咧听候咱，伊阁愿意派咱向前，带咱行伫上帝的正路中间。这条正路就是上帝恩典的道路。这是一个真大的挑战，因为徛踮伫这个位的人，自细汉到大汉，因所看到的就是这，所以伊会认为我就是照安尼咧运行就对啊。但是耶稣所讲的是，真正的舞台是这段，真正的舞台是咱踮伫遮学习献祭。有一个朋友，伊毋是基督徒，伊一世人一直咧敲找生命的道路。伊认为讲，活伫这个世间上界重要的任务是我爱对别人付出。所以，这个朋友真有疼心，伊总是不断地帮衬身躯边的人，拍拼，一直要互边仔的人物件。但是，咱嘛有类似的经验，当你一直想要去帮衬别人的时阵，通常会安怎？当你一直想要去帮衬别人的时阵，咱会犯一个毛病，就是照家己的想法去帮衬别人。照家己的想法去帮衬别人，到伫上尾就叫做家己会感觉讲真心换绝情，就是别人敢若安怎拢袂接受你的帮衬，所以就每一摆伊想要付出，伊知影讲伊一定要对别人搁较好。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，伊一摆搁一摆受到人的拒绝，一摆搁一摆受到别人的否定的时阵，伊的内心愈来愈艰苦，嘛愈来愈感觉无法度喘气。有一日，伊拄到一个基督徒的朋友，有一天伊拄到一个基督徒的朋友讲，这个基督徒的朋友甲伊分享讲，踮伫我的生命中间，我不断体会上帝的呼召，以及上帝爱我踮伫遐所做的事。踮伫遐，我找到我的这段。这个朋友听了，伊就感觉足欣赏的。伊就感觉足欣赏的，伊安尼讲，哦，恁做基督徒真好，因为做基督徒拢会当找到家己的归属。但是我啥物拢无，我一直拍拼咧帮衬别人，我一直拍拼咧付出，但是啥物人，逐个人拢袂愿意接受我的帮衬。伊讲基督徒恁真好，因为无论安怎，恁都会当找到家己生命的归属。我咧，我啥物拢无。结果，这个基督徒的朋友听到伊讲这话了后，伊安怎回答？这个基督徒的朋友听这个话，也嘛看出讲，这个朋友吼，就是一直踮伫咧付出的过程中间，一直咧踢着壁，所以一直受伤。伊就回答讲。这个基督徒的朋友回答讲：你可能误会一寡代志吼。我讲上帝的呼召是爱将家己奉献出去的，上帝的呼召是爱将家己献出去的，是爱受苦的。这一点仔拢无浪漫的。讲上帝的呼召，讲上帝定着互咱的这段这件事是爱将家己献出去的。这一点仔拢无浪漫。迄个一生咧敲找这个朋友，咧听这个基督徒甲伊分享的过程中间，伊才发现讲，我对你这段话，我知影一寡代志啊。伊讲，这段毋是舞台，这段是要做啥物？这段是要献祭，这段是来献祭，毋是舞台。通过献祭，上帝锻炼咱每一个人，互咱每一个人得到能力去回应呼召，甲回应使命。所以舞台所看的是个人，献祭所看的，这段所看的是献祭。这是这个毋是基督徒的朋友所讲的。这也真做一个真大的学习。如果咱认为踮伫教会中间是舞台，咱干那会看到家己，干那会看到家己的需要，看到我会当做啥物，看到我会当踮伫遮得到济人的肯定，看到
我会当踮伫遮得到济的资源，所以我会一直不断想要保护我所拥有的一切，这是舞台。但是，若是踮伫教会中间，咱所学习的是咱看见这段，咱就会清楚知影，咱的一生拢是上帝所安排。咱踮伫遮是爱献出咱所有，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拯救咱，互咱通得到福气，通得到祝福，得到恩赐，得到能力，然后来到伫遮献出咱所有。这也是耶稣的款式。耶稣进入耶路撒冷，毋是要徛伫舞台。耶稣进入耶路撒冷，为着要将家己的性命献出去。为着要将家己的性命献出去，毋是要趁着这个世界的眼光甲价值。所以，咱每一个人行伫这条献祭的道路中间，诚做一个基督徒。咱是行伫这条献祭的道路，在回应上帝呼召的时阵，咱需要不断地活出咱家己的信仰。咱会跋倒，但是跋倒会当阁爬起来，跋倒爬起来，阁继续向前，直到咱体会到这一切拢是上帝的恩典。所以，当每一个上帝的邀请临到伫咱的时阵，咱会讲，上帝恩典一定教也咱用。上帝恩典一定教也咱用，这毋是浪漫的想象。这句话是真实，因为踮伫这个冲突的过程，踮伫这个甲世界争战的过程中间，所有的自由能力，上帝一定会赏赐予咱。对舞台行这段，咱就会发现是耶稣甲咱同行。咱会当踮伫遮献出咱家己，得到上帝的听，然后好好啊听家己，也好好啊听别人，好好去听这个世界。耶稣正做咱性命的主，咱会愈来愈会当奉献上帝放伫咱手中的恩赐，去祝福这个世界，互这个世界得到愿望，得到新的未来。所以，侪人咧问我讲，牧师，我毋知即件代志到底是毋是上帝所定着的？应该阁有足侪人吧？教会遮尔侪人，应该因会当去做吧？我定定会讲，你爱相信，永远无有别人。永远无有大家，永远无有其他的人安怎？当你生命中间有这个感动的时阵，这就是上帝邀请你献祭的事。这毋是舞台，这是祭坛。上帝会安排咱每一个人踮伫适当的时刻，奉献咱所有。咱也毋免去要紧讲我会当有啥物通好献。因为上帝早就已经备办好，咱会当献的物件，这才是恩典。所以每一个人只不过是咱大家分享上帝放伫咱生命中间的恩赐，安排咱伫定着的时完成伊所交代的任务。对舞台行这段，咱每一个人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，就会互咱甲身躯边的人得到福气。请咱来看这段话：舞台甲这段，慢慢掀开的布幕，伴随灯光的映照，已经徛伫舞台顶的人，自由发挥，意气风发。画面一幕幕在变换，光灯忽然转暗，这碟徛伫舞台顶悬的人，推翻一切规则，自由来演出。减袂当安尼，伊凭啥物？神圣的舞台受到人所破坏，正做
受到污染的这段。舞台所看是个人，这段所看是献祭。一条全人献上的道路，互万米成圣。一撮朝圣者的旅途，恢复尊主最大的荣光。舞台所看的是个人，这段所看的是献祭。耶稣邀请咱献上咱所有，献上咱的一切，摆列踮伫祭坛顶悬。这是一条朝圣的道路，踮伫遮，咱会看见生命真实的使命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正做阮生命中间的主。主耶稣，你用你家己的款式，为着阮每一个人献出你家己，互阮成圣，互阮通成做真实的圣道。所以也照着安尼，阮看见，阮所徛的所在是祭坛，并毋是舞台。这是一条爱献上的道路。踮伫遮，阮献上阮家己，献上阮的文书，献上阮的才能，为着要互你通得到荣光，为着要互众人通得到祝福。愿你成做阮的帮衬。当阮今仔日要甲你同坐倒的时，阮搁一摆看你为着阮成做真实的祭面，互人献上踮伫是一家庭。愿你踮伫阮的心，用你的圣神充满阮。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同齐来吟圣餐所要吟的诗歌，圣诗355首，愿打自执，甲主坐倒。愿打自执，甲主坐倒，专心来听你的话。赞我明白主的你现在，激动心灵的栽培，用心经信用故事，一愿心来做无关。我痛悔一生的言下。听个心里那归团，将阮礼拜变做行动，新的生活做见证，祈愿主去倾听服务，冲突所在有好命。基督求你使我挑衅，互你消灭无怨叹，我我的主你英雄，伫你忧伤的世间，主你信心赞我邀请。其他人起来分享，听你心里真情欢喜，手看见美世颂响，一个叫我个捆绑，破坏人类的和平。愿家己比赛行动，欢喜乐乐幸福天。以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去那属于教会的陪餐者来参加领受主的圣餐。
请咱同齐来听主耶稣对囝仔归义的人所讲恩典的话。我徛伫门外拍门，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，我要入去就近伊，来互甲伊食，伊也要甲我食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，有摕饼祝谢讲：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，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捧杯讲：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所设立的。今仔啉的时，就惊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互人袂迄暝，照安尼来鼓励、来劝勉伊每一个军队伊的人。所以，咱也要照安尼来军队伊，特别领袖的大声，请咱同齐来祈祷。全能的主上帝，当阮踮伫遮，阮所看见的，是你献上你家己的祭坛。你将你的身躯拍破，流出你的宝血，来圣别圣化阮每一个人。所以，阮也遵照你的模样，献主时摆设饼甲葡萄汁，愿主接纳阮，互阮对领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宝血，也会当踮伫一生中间来见证你，来荣光你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主耶稣的身躯，为着咱所拍破的，咱就惊安尼来纪念伊。这是主耶稣的身躯，为着咱所拍破的，咱就惊安尼来纪念伊。请咱的长老来服侍。
这是主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的，咱就惊安尼来纪念伊，请咱同齐来领受。食了后，伊也捧杯讲：这个杯是生育伫我的血所设立的，今仔啉的时，就惊安尼来纪念我。请咱的长老来服侍。这个杯是生育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，今仔啉的时，就惊安尼来纪念伊，请咱同齐来领受。恁逐摆食这饼、啉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咱每一个人三伫地，请咱同齐来祈祷。愿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因为对你极大的疼，互阮通领受圣餐，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，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、疼惜阮。也知影，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，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，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。阮的主上帝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率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过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，对答以后袂通因讲你。愿你点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，定着所爱行的路，互阮通献上家己，献上真实的献祭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。咱撒卡基里来做奉献，感谢。请咱来看几项教会事工，咱大家同齐来分享。咱的圣经学堂即礼拜拜三，咱的进度要进入到《使徒行传》18章第1节到17节，欢迎咱当踮伫线顶同齐来收看。咱会踮伫第2堂礼拜后会调开小会，所以也请咱的小会员来准时来出席咱的小会。咱会踮伫12月初3第1堂礼拜中间来举行洗礼加健身礼及信仰告别。若是有要接受洗礼兄弟姊妹吼，请咱会当踮伫10月底进前来办公室来报名吼，就是踮伫10月29进前来办公室报名。咱会安排有2个主日有只要真理的课程，11月26日问道理，所以若有意愿要接受洗礼，是健身礼以及信仰告别的兄弟姊妹，欢迎咱会当办公室这边来报名。嘛有要报名小儿洗礼，嘛会当踮伫遮也同齐来报名。咱的野活礼拜今仔日报名到今仔日吼，所以若是咱兄弟姊妹还未报名的，欢迎咱大家会当踮伫礼拜煞了后，踮伫咱的教育大楼办公室这边来做报名。咱10月15迄天，咱要做伙到伫台世博，伫遐有进行咱的野活礼拜，下晡阁有一寡佚佗的行程，所以邀请咱大家有要意愿要参与咱今年度野活礼拜兄弟姊妹，请踮伫今仔日进前吼，来咱的办公室这边来报名。
互我做以上遮的报告，咱等下等伫礼拜三以后，咱会当继续交期以及请安。即粒咱三甲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部今仔日经部就是马太福音21章32节，互咱做伙来读2摆。因为施洗者约翰来恁遮，只是恁行正路，恁毋信伊，毋过冒水甲长期有信，甚至恁看到了后，嘛无悔改来信伊。马太福音21章32节，搁一摆。因为施洗者约翰来恁遮，只是恁行正路，恁毋信伊，毋过冒水甲长期有信，甚至恁看到了后，嘛无悔改来信伊。马太福音21章32节。这是咱来吟上行386首，天的万邦万国万民。吟诗煞牧师为咱来祝祷。受上帝祝福，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，甲咱敬大家三弟弟对答直到因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。